台中的大甲国小有6丛列管的老青仔树已经来调病，进前落大雨，其中1丛已经倒去，另外2丛嘛拢稳固了，都惊会影响到师生的安全。地方的民意代表是要求到市政府要赶紧来处理。大甲国小校园内这丛老青仔树，进前因为一场的大雨起去，强要缀到边的办公室。 和老师跟学生会烦恼。上班的时间蛮长的啊，所以他如果垮下来，我们真的会担心呐，那个压力很大。学校表示讲，本来校内有6丛列管的老青仔树，因为这个树岩想要到因为大雨关系，1丛倒去啊，另外2丛去威胁到师生安全，所以讲民意代表要求市政府应该赶紧处理。树木保护条例里面第8条，它也有载明。 如果有立即影响到安全的部分，它是可以除外的。市府农业局表示讲，会勘后，只要确认讲有危险，就会随处理，来确保全校师生的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